讲到今日下晡呢，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气象署也针对着苗栗以北甲金门地区发布低温警告。气象署提醒讲，这摆是这阵冷气团是上介寒的时阵，也若苗栗以北甲金门地区温度可能是无到10度。另外，气象署也提醒讲，这摆人呢，也有一阵冷气团会落南，会一直寒到后礼拜二。圣诞节要到啊，民众伫红帽啊，甲朋友翕相，规身躯包条条，真有寒人的气氛。因为拜三下晡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，转台大降温。气象署针对苗栗以北地区甲金门地区发布甘是唔是个低温警报。气象署预估拜是天光，一寡所在温度可能无到10度。苗栗以北的地区以及金门地区，出现10度以下几率是最高的。这波冷气团会维持到拜四，气象署预估爱到拜五，大陆冷气团减弱，温度才会慢慢回升。不过，真紧拜六就随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，一直影响到后礼拜二。气象署预估爱到25圣诞节迄天天气才会回温。那未来的一个礼拜，温度的变化是分成2波的冷气团。那第一波就是从今天开始，一直到周五的清晨为止，到周六的时候。又有另外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南下。也来落雨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拜三、拜四这2天北部、东半部会有短时间的阵雨，若是水汽有够，加上温度较低，中部3000公尺，甲北部、东半部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拢有机会落雪。提醒乡亲这几日爱穿雨少，避免感冒。记者陈亚轩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